后来继续来看这个健保的债务，即卖是真悬。若是以这个现行的健保的费率4.69%继续落去，到明年年底，安全准备金就无到1个月，所以依法就要调整健保的费率。这个卫福部的健保会今仔日加开临时会来讨论，目前7个版本以调起4.97%这个版本互相相关。也毋过卫福部长陈时中讲，因为各界的意见真多，今仔日要得到共识，恐惊无遐尔简单。健保署这一次一共提供了7个版本来做讨论，有委员就建议，其实以4.97%，也就是到了明年年底，还是有维持1个月的安全准备金来调涨就好。不过就有委员提醒，这样到了后年的年底的安全准备金就会是低于1个月，也就是负数，等于形同破产。今天大概会有一个，我想会有一个报告出来吧。好，但是要达成一个共识的结论，哈，我相信应该是会有某一个程度的困难，因为大家都有不同的立场。若是以也未结婚嘛无报惯俗的劳工来看，1个月投保金额4.100块来算，这7个版本内底，上有可能的就是这种调起到4.97%，安尼1个月健保费是598块，逐个月加纳34块，一年落来加纳408块。过来是调起到5.17%，那安尼1个月会加纳58块，也个调起5.19%，一个月爱加纳60块，也个5.24%，一个月加纳66块，一年爱加纳792块。版本这样多，看到无煞煞，来开会委员意见嘛拢无同。如果安全准备金不足的时候，还是要调升回来。那我们今天就面临到人口老化造成的问题，必须要调升。我们消基会是比较倾向于4.97啊，我觉得应该是要综合考量啊，不是就针对健保费率的不能够考量啊。虽然健保费是已经要调起，但是要哪调上适合，这就要看健保委员是要哪达成共识。